伫咧去年台南发生台警察的案件，顶个月底呢，一审宣判凶手林姓吴死刑。这桩意外发生的时阵，数一名台师大姓吴的学生伫网络顶头写文章、打影片批评互台死的警察，甚至替这凶手讲话。落要去互死者的家属告，今年8月检方以无起诉处分了后，想袂到这个学生囡仔又愿去到死者面前下骹留话，搁伫遐替这凶手讲好话。家属认为讲这款的行为唔那是骚扰，而且是伫因的空嘴拔牙。面册拍开会当看到台师大的姓吴的学生一直留言替台警案的嫌犯林姓吴在讲话，但伊留的所在却是纯正的警察周水杰家属的面册。一般就是在嘲讽，或是诋毁那些殉职的远景，说就是你弟弟死了刚刚好而已，那这个不需要什么浪费人力资源啊。去年8月，互全台湾拢真惊吓的台南台警案，顶个月23，台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林姓吴死刑，但是代志煞还未结束。案发的时阵，捌发文讲警察死嘛是应该的姓吴的学生，切5号孙子警察的家属指控讲假一当半，嘛是咧骚扰。真正会酿起自己悲剧的主因，其实就是警方在逮捕过程中手段有点太过强硬，才会让凶嫌失控杀人。发影片和发文检讨被害人，和家属是气甲提告以妨害名誉。检方侦办了后，8月是做出无起诉的处分。这个学生认为讲骂警察是言论自由，一直留言，但是伊的言论当然嘛是互家属更较心痛。跟我们家属说明说，他的详惩委员会他们的记录内容，那他们辅导的过程，那后续呢，这个学生他们又要再怎么辅导呢？至少让我们家属知道嘛。对啊，要不然你辅导好像是假的，因为他还是依然故我。面对学生的言论造成家属第2摆伤害，台师大切5讲要做辅导，但是效果无啥好，会建议定处案交予学生的奖定会来审议。家属嘛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理解家属的处境，莫互言论自由变作伤害人的武器。记者综合报道。